我哋諗嘅、睇到嘅係咪一定就係真嘅呢？你相唔相信你嘅思想係會整蠱你呢？我哋一齊嚟睇幾個視覺錯覺嘅經典例子。第一個係 Mueller-Lyer 穆勒羅爾錯覺。邊一條線睇起嚟比較長呢？對好多人嚟講 ，B 箭頭向外突出嘅線呢，睇起嚟比較長，而 A 箭頭向內嘅線呢，睇起嚟比較短。但其實呢兩條線嘅長度係完全一樣，但因為箭頭方向嘅唔同呢，而令我哋睇到唔一樣嘅長度。如果你曾經試過用某種着衫嘅方法而令你隻腳睇起嚟更加修長呢，咁你已經喺現實生活中應用過 Mueller-Lyer。第二個錯覺係 Canisa Triangle 卡尼薩三角。喺呢個圖入邊，你睇到啲咩呢？我哋好容易會睇到三個圓形同埋兩個三角形。即使嚴格嚟講，其實冇一個完整嘅圓形或者三角形存在過。咁講明咗呢，我哋喺圖入邊見到嘅唔單止係各個部分嘅總和，我哋嘅大腦亦都創造咗新嘅影像，令我哋睇到更加多嘅嘢。第三個經典嘅錯覺就係呢個啦。用幾秒鐘嘅時間睇下你睇到啲咩？可能有啲人睇到鴨，亦都有人睇到兔仔，更加有可能你睇到呢一張圖喺鴨同埋兔仔之間來回切換。因為圖形同埋背景咧係可以逆轉，所以呢一個亦都稱為圖形背景錯覺。佢講明咗咧，視覺系統傾向於將一個場景簡化，只有兩樣嘢，就係我哋專注嘅主要物件，同埋其餘嘅嘢就構成咗背景。喺我哋 Person Center 嘅 logo 咧，亦都用咗呢一個概念。我哋參考咗經典嘅面孔花瓶錯覺 Rubin Face。你見到嘅可能係兩塊面，亦都有機會見到兩個人之間嘅嗰一個獎杯。當你見到兩塊面嘅時候咧，獎杯就成為咗背景；當你見到獎杯嘅時候咧，嗰兩塊面就成為咗背景。最後一個錯覺。你可能喺旅遊嘅時候去過 Ames Room 艾姆斯房間，呢一個咧係一個扭曲嘅房間，係要嚟創造視覺錯覺嘅。艾姆斯房嘅結構喺正面睇起嚟好似一個普通嘅立方體型房間，有三埲牆啦，然後佢哋係互相垂直，同天花板同埋地板形成90度角。但係咧，其實係利用咗透視技巧，呢一間房真實嘅形狀係一個梯形。由於呢一個視覺錯覺咧，企喺一邊角落頭嘅人睇起嚟好似一個巨人，而企喺另一邊角落頭嘅人睇起嚟就好似一個侏儒。當一個人由一邊嘅角落頭行到另一邊嘅角落頭，睇起嚟就會變大變細。呢一啲視覺錯覺咧都好得意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其實網上仲有好多例子。如果你冇辦法理解到當中嘅原理咧， YouTube 有好多片都有解釋佢哋係點樣呃我哋嘅眼睛。透過呢啲錯覺例子，講明咗我哋大腦睇到嘅唔一定係事實嘅全部，因為大腦係會作出假設同埋填補空白，去創造一個完整嘅畫面。咁亦都意味住有陣時我哋大腦會見到一啲實際上唔存在嘅嘢，或者以唔準確嘅方式解釋某一啲事。面對周圍環境大量嘅信息，大腦會傾向選擇集中注意力喺佢覺得相關嘅資訊。例如喺兔仔鴨仔呢個錯覺入邊，如果你見到兔仔呢，咁就意味住鴨仔成為咗背景，亦都被忽略。你只係冇辦法同時睇到兩者。錯覺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展示咗我哋嘅感知係點樣受到外在嘅因素影響，例如附近嘅物件啦，又或者係背景等等。總括而言，呢一啲錯覺提醒緊我哋，有時候我哋嘅思考係會出錯，我哋需要更加仔細去觀察，或者以更加批判性嘅思考，先可以真實理解到我哋嘅經歷。喺接住落嚟嘅時間，我哋會開始探討一下思考嘅特徵、傾向、模式，同埋一連串嘅認知偏差。佢哋影響住我哋追求啲乜嘢夢想同埋目標，亦都鼓勵住我哋追求一啲令我哋快樂嘅嘢。但係我哋係咪真係知道乜嘢令我哋快樂呢？